但市会市政总集团开始登场，第一天市长委托率领所有官员来到议事厅备询。甲过去较无共款的是，会当看到官员绝大多数拢将喙暗挂好好。这款画面已经是疫情解封以后真少看见。对此，市长委托表示，因为新冠疫情持续升温，只要人多密闭的空间，也是建议挂好喙暗。福部已经清楚提到说，这次 COVID-19 的疫情的升温是属于直线式的陡升，所以说对于这个在密闭空间，包括我们的要求，我们同仁在室内开会的时候，尤其这样子会议桌大家距离很近的情况下，还是要求戴口罩。另外一个部分，我们鼓励同仁这个施打疫苗的期限已经过了3个月以上，可以再去施打疫苗。这样子的话，保护自己，也尊重他人。面对新冠疫情，顶礼拜疾病管制署统计都将近2万人就医，并且新增加93例重症。预估6月就是高峰期。以台南为例，每礼拜新冠轻症的个案嘛拢增加1倍。所以卫生局长嘛呼吁自控病毒的疫苗，依然是预防重症上有效的方法。其 CDC 也发布了，发现我们台湾已经有出现45%的这个病毒株都是已经突变成新的病毒株，所以以这个比例来说的话呢，所以 CDC 也估计近期的疫情一定会进入这个高峰哈。那特别是估计可能在下个月会达到这个今年的一个最高点，所以希望民众能够把握这一段时间，尽快的来接种疫苗。同时有症状的话，及时到我们诊所来做快筛，我们也可以提供这个抗病毒药剂，避免大家发生这个后续的一个重症。卫生局表示，千万通轻视这波疫情的威胁，除了65岁以上等高风险族群，只要6个月以上无注疫苗，拢呼吁爱尽速到各医疗院所来施打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